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4月16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12节到19节。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5节。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后壁段到1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望。当人拄着极大的阻力、压力、困境的时阵，就需要上帝的应允，因为上帝应允会带来互人有望，帮助人伫生活的中间继续来面对困境。最近咧看到一位住伫犹太的姊妹咧分享以色列美角伊中间讲到以色列伫每一年的1月27号会举行这个国际大屠杀的纪念日，因会弹这个警报铃，全国人民听到了，拢会伫这个警报铃了，就站起来，然后伫遐来默想2分钟，还是默哀吼。这是咧纪念第2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去互纳粹的这个纳粹大屠杀的灾难吼。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大概有2/3的犹太人遭受到屠杀，因感觉无助。以色列人需要的就是有望着上帝差派一个拯救者。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5节咧讲：上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大，称赞你的名。因为你有用真诚信实实现对古早就计划奇妙的事，你互城变成做粪扫堆，互设防的城荒废，互外国的人的要塞彻底来毁坏，永远袂当重建。所以勇猛的人民要荣耀你，强迫城市的国民要敬畏你。你一直是善良人的倚靠，是欠缺人伫艰难中间的堡垒，是狂风暴雨中间的避难所，是炎热的时的阴影。因为你这个互强迫的人的攻击的时呢，那狂风在拍声像外国的人喧哗，亲像旷野的炎热。你用云热早，互热气消散。你互强迫的人无搁唱凯旋的歌。上帝应允赏赐有言，就是要为着要互伫苦难中间的人得到望。彼得前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彼得嘛安尼提到着基督所带来的荣光甲望。伊讲：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因为恁会得到神的结果，就是灵魂的得救。关系这个拯救有言，恁会得到恩典，遐的先知已经有研究佮详细查考，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查个关系基督的受苦，甲后来得到荣光，这个有言会伫什么时，为安怎实现？上帝有甲因启示，互因知因的事奉，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恁。这一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圣神，通过福音的使者传互恁。这一事连天使嘛迫切地等候爱知。耶稣基督就是现代人的望，透过伊的国碗，上帝将荣光就来实现，就要将救恩来赏赐予世间人。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12节到19节。我听上主，因为伊听我的声，听我的恳求，伊暗耳孔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死亡会所困绑我。阴府的痛苦去掉我，我有拄着患难忧苦，我求叫上主的名讲：上主啊，求你救我的性命。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安怎来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
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上主看伊圣的子民的死极其毋甘。上主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仆人。你鲁比的囝，你已经偷开捆绑我的锁。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要求你，求叫上主的名。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伫上主殿的殿内底，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主将救恩赏赐予阮，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搁我将应允的愿望赏赐予一切相信的人，搁呼召阮成做主的仆人来服侍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